两个차례. 안녕하세요. 왔다며. 교육소수 가자. 어, 제배. 나를 오고 제배님이能주 딱 봐. 그것이 모자나로 출루제 조야유는 너무 준조 그제 정말했어. 결라 배지 너무 준조는 그 입자도가. 봐.现在차 동배. 그럼이. 소가 나라 자수면 거의 도도. 근데 차가 나라치 직덤지. 알래. 내 사바란 놈도 매줬삼. 对的. 말 덩그리 줘야 돼. 콜로 송겹 제도인다. 홀로 숨겨. 지금 뜨다. 봐라, 저거 나 럽세서 들어. 또 줘. 시원하네. 나는 저거 내라고 담도. 아빠 예배. 에, 게임이라. 얘 디스가 나보다越是아슬럽 자유. 어디야? 야, 못 추무리. 대저야. 不走，丫头匆匆的。来这个吧。这个是，这是也是我们你的众多市民吧？王老师。구유 숨겨 거기 소도 내리셔. 저다 다리 사와 대학 ran주 구유 숨겨 거기 지구에 배고. 그냥야. 그래, 공감사. 这是来忙的年都是这样。啊？哦，好的，好的，好的。几点？我10点啊。好的，好的，马上到。哦。俺俩送给几的酒店从多说去吧。你是的，他这个从多老转起来的结果第一，也有那个点亮。这个啦，弟弟要哎呦，怎么还有搞着的？我一天子看了我女儿，来这个了。八卦都，小不你，好，这个了。继续啊，这三个不给了。那怎么的？老票给吧，给吧，给吧。老六，这是老票。给了。这个就是你这第三。说哪说个那个，哪个过来还热点啥的？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那你我什么？那我那做学的。这钱呐，这里从头的也抽一打。来这里说的，俺也不苦上面吧，要不成都，这里从的，当你再说，成都那多过来俺的我，哇，这是给这。那现在你这两天歇着呗。这点啥路？这点啥路？要的。这他妈我比这啥事情呢？他们家店呀看到，干嘛都甚至去甚至。好来说吧。咱们年年大年年。要这个哦，今天人呐啊，俺俩最怕是破局里啊，难看我不，色系讲的，堂堂全部这个地界的平时中国人做的话。对，开始冲突的，我还老是说起我休息天出。现在，你这里看他做呀？对。可有送给过去，老在心的。啊，这个了，可有送给啥了？眼睛看这么小来的，是不是？这第一年看的人家的，哎，他妈对，他妈对。啊，来这个了。可有送给钱什么对？咦，俺俩是推着公交的马路的，当个的学呀，恐怖。哎呦，我这，快那个了。对的，恐怖不呀的，空气也不抢小多。我当路头的没行，我这街灯就或者没多。我这个了，当前们大结束，俺爹把我这妹子，对。打个我的路，这样子。
中途的，那家嘛在给你读。你给了，给了。哦，莫这头那不的，可有送酒的，女子请不起来要死多，他个啥子？多少钱？你知道个要洗这些多嘿？对的。我这头那里，头哪不是专门的？你口龙哪的钱钱？口龙仓。但既然你给这忙不洗着多呀，打第二节看怎么多呢？哪节看怎么多没多？杨老师。搬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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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去！你这两年都真是，要子，我是不是就是忙了呢？你看这呀，搬了钥匙对吧？哎呦啊！耶！可的耶！把钥匙这个是，我知道了。年电一打，那是年电。要子，你呢？对，快点说。我的，我这头那里，头那不是专门的呗？你口路拿了钱钱，口路做不是，迷惘不样呀，我当呀呀，儿子钱不要死多啊！给他这么多的，口路做不强呢，可有两儿子月月肉。现在乱我就说，马上就不过口路做不定在哪里啊？穿天就赢呢，给他生个最多哎！我是要子，先生个。阿子，我最好的，七节龙巴呀，可有送酒的，结果他别上死多。说的，要写，那个要写写的，不要，他落的。要子好，不对的，那是，年年继续啊。你不对呢啊？能就阿子，你也行的。你老实的。你不对呢，马上做，推给你，你晓得配置名字啊的，两个都别说，我的配置忙子啊当的，来嘛大家。要写他写写什么？要写写，要的。哦，等等的，你嘛，我让做破了，自己给那呢，如果专家的便宜超对了，他那去莫在那呢，我让做健康的技术这个这通的，哎妈，这个看了没多，听见怎么啦？什么呗呢？别，给他是对的。我让这想不起俺个学生啊，不得学生啊！呀，黄里啊，上面连钥匙来就。阿子，俺都有这些呀。听上俺这朋友俩叫主啊，这对，叫他技术那路不让主啊都是，不是啊？哦，那个战士技巧上，战士技巧上，我当对技巧那枪帮票他三个。大哥，想叫人家毛水拿哦，可是人家一边拿，俺那边捏了牙个，出现的是，现在下地子三名，下毛毛蛋，我就做个灯啊嘞呢。冲走，咱们年龄的。要。哦，别，俺那，别来说说不得，这个了，说不得呢。给了，这里可有送酒给，忙了这哪有呢？我是来没？哦，别让我干了的，我洗不动。我是。都对水姐，杨老师来没？呀！哦，给了，等等，你打他说个人设的，哪里来都是大钱那么多。呀，我那是我这给的，说不起名对不对？阿子，我这给我个面试就给俺说是，我这给了那个，可是那个，你说不起名对不对？说不定啊。这个是你这还是的。没瞧嘛的。
좋아 말이. 아치 공주, 알레 망주다. 나 정도 시사매.给啦， 알레, 칼라게가 여기. 이제 보. 우리 내 칼라 정말 이거 보면 알로. 너 직소했다 대주다. 진짜 재밌다. 콜로 양녀에서 같이 된 거 말해. 같이 콜로 숨겨고 대. 야 어제 시대 하고 돼. 嘿，俺不就一单新买的， 대고. 너 친구들도 연대디 장구다. 이거 제일 맛있는. 别怕紧张。给啦， 알레, 대고 배. 야야야. 예예. 哪里给了？ 그래 我在看啦什么？ 내일부터 일을 여여여 그때 덥어 我们就 여주 애 네? 세면 여주 낙다도 야오셨어 给啦，没事呢，一个跑头就那边过的，就俺自己那样送给他呢。 부! 아주 부! 부랑게 넌다 집으리 부! 랑게 넌다 집으리 부! 那是一个人。 年肉，看了上秀，这样吧，这他那里咋头？你说你这个，这说就看吧。 진짜로 진지돼서 컵다르게 콜로 올려서 가져단 말이야 야 하나 세 차례 하나 더 주니 이게 왜 자기 세도가 방울 팡 파스틱에 쏘봐 심 갖춰 지어 말해 해준 팀을 치랬다요 말이야 너 내려다 내 착샤 샤샤 박샤 승재 되게 세봐 소 갖춰 지어 말해 너는 뭐 민재는 왜 동전이는 고들이야 승재 되게 세들 길도 뛰어다가 차다 차 너는 뭐 지나간 예술이 왜 영화된 게 이러자 줘. 야 저거는 내 수지. 이제 얘는 팔라서 这样了，这样那这这样啊， 나섰는데 가라 마세지 공간에我他朋友个晒他就晒吧， 어찌 어디 안 발라 나 출시 대란다 我这俺们怎么拉走？来晒不了。哎呀，大家就得学个跑民族， 같이 하면 좋아보지 왜 早了嘛的，你们长了都说就多。 가리나 是的，也讲俺就得可有送酒给交给别个了，我得切账我对下了。 네 하고 싫다래 나 보고 가라 키 아, 내 그래. 출시 대란다 来噻来噻， 哦，大姐就我们闽南是一个叔叔跑不的，叔叔给我谁家多来一个的吧？我当然多吧了。 어떻지 땜바 喏， 예? 갱과 주승구도 와 그리고 숨겨치야 대하고 열했어 어디 땜바 哇， 빼라 오 질라 나 있는 랑 갱과 둘이 타마티니 열매 타마 도디 랑 소다 지금 밑에 다 상관 누구다 니네 도디데 큰 창고 쫓고 수월이 숨내 내 입주디 칼로 요제 장자교 가서 정말해 빼라 땜바 랑 지단디 콜요 련녀에서 가져왔던 거 유매 랑의 친구 유매 你先说。
彻底参不查死。啊，眼睛没啦？好，来，先来的，你给让一的，你这呀，你让给的，这个呀，你让给的，哪来有人？哦，我这能多谢。天晴嘛嘞，对吧？我的了。谢谢。好，呀，你让给的，那是我到这来个了，还给啥多啊？完了，给哪里？好嘞，给，哪里？老人，对的，姐妈呢？我就学过培训姐妈多啊。哪来的培训多大？只是长差两片，可有脸嘛能姐，要洗澡要大。阿姐，能给阿姐让无数年来嘞，广西说就对吧？那比你，我说老大这个是你啊，现在是一个蛋。阿姐，这老弟长了，阿姐让你我这呗。哦，我这，那到我前面装过。我洗啥气不说？可惜嘛的，可惜嘛的。我这些青年嘞，俺拿去经过两去。我这干了，可有送点钱多，我一定是打把卡了嘞。对的，可有送。哎，给了，是吧？还是你的呢？来，对的，可有送点钱多。给了，是的，迫不得个长了毛主义了，你所谓殿堂写不进有的，行，殿堂，我是殿堂，对吧？殿堂，殿堂。殿堂，干嘛要去说啊？对，给他。你这，今晚呢，哪个别去动啊？这，阿来年一记的钱，我有，这个，对的，今晚哪个大家给恭喜要翘起啊？你这钱呢？可有两个。阿姐，这个，清楚。杨老师。阿姐，阿姐那个，这个对俺身体不会我。有，别闹事。我这个了，你让顶着拿年药的呗？哦，可惜嘛的，你只有点谱。俺学了嘛的嘞。你第四个没？也是呢，给让给学过出来当前4个月。哦，第4个月。阿姐，身体没去啊，学的演出来当朋友，我。对了，让给中国人进不去看到啊？你都赢过去，阿姐，你很过去了吧？爹，老苦的压力啊，他自己别少得的，看这都，你记不住阿姐？是呗？我是阿姐，他的你阿姐那老在去，阿姐那偏对的。阿姐，你才对了吧？爹，这手机的，是我妈做的，呀，这对这个吧，是爹做做的。喂，阿兰子，这点把上面说的，那么就是头老公的，说对的，他可那边多了，你特别头老的多，是看不到，这个我老阿的，知道这么多这样。现在头老三的，我打闽南不听，家他这个的，好说家。你这啥的呀？头老嘛不有几的？头老哎，哟，学是看没，长了那么多短背呢，毕竟看不起个自己的。哦哟，奶奶看不起个哎。哦，这你准，头老说这，可有了男子看最等过一面，让给新个妹妹。你们好，请问一下那
个德胜阁路怎么走啊？多生格路啊！嗯，对。来，直直的走，右拐，到了。说点没刚才学的。德森阁路呀，你沿着这条路一直走，走到头，然后往右拐就到了。行，好谢谢啊。啊，没事，再见啊。再见。瞧你老去买这钱。真的假的？兄弟们，哦，我这扬州去了没？扬州去没？哦。兄弟们，来，扫这点树桩呗。高原哪里？别丢。阿丈，不行了，树干几岁了？我。不拿鱼，啊，这不要紧。这。阿嘞，呀，啊，是你这赶紧把我的，这的。别拿呀，这。修个皮具嘛，但是那么重哎。我是这个。哦，那是我那开始改言那个，俺让子迷的这个，哪个人见不出来呀？电器，那是我呢，说说就有了我呢。我记得。别把，哪累的上去呢？呀，往这自己。大家，行了，俺这过人钱呢。有。走上去了，来谁？哦，你这，来，可带了。可是你的扫兄弟开始速度对啊。来谁了？能干不？我那个了。有。哦。喂，啊，你好。哦，好的，马上到。这个，喏，也是中间的就现在一个县市的，不是，呀，马上我去了，我是当你用嘛的。对，呀，等个兄弟给我，滚！俺娘的。你对，你去了，很多有年名都。你这干嘛结束？我那个了，他把个嘴给你，感觉领导。领个名都哎。哦，对了，这现在么子么把广东的那啥的那种我。你们看我那广东那个热烧。钱怎么？对了，我这当嘛的，这钱子没什么，看着做个钱，乱叫。这个。南山出东干这个多啊！给了，你这大家去，我打你，我打你，这是我当你用嘛的。哦，快有了兄弟。他这个肚子突袭干了的，前面我的，我去给了，这个留给。看起点吧。我的，他把当那的给你嘛，你们瞎说的。钱啥刚买来我来呢？呀，你这个是他这点了，你干嘞？一这个了。网上去这样是，你咋来认识这个？哦，这个，我是我那当个的是宣扬的，不管就这样嘛，大吃。钱怎个？我的。钱咋的？可老包下贴提个，阿丈你什么？不是我，妹妹，别往下贴，妹妹，快往下贴吧。你这，哪能看见有这个？是。他的我当初可有长点教过别些，我当初演员给你长点眼了没这个你也是他亲戚。第二个是呢，我让场面别总这边接不来了，早的面容些记着的。你那场面也多大，吃特别大。
그냥俺저 그요 장다 코네 채도 나라서 넘기고 소화당 내가 근데 망생기 자와들이야 투쇼심이는 띵아요 말다 제가 야로起码让两个季度上呢，电视剧中讲的呀，咱们得3个多。爷爷啦，现在你这么说大不？现在你这说呢，忽悠了你这可值得个嘛的啊！好看的头发哟，对，女朋友的买一个，对。哎呦，大姐，我没有女朋友。哥哥，亲戚的买，对，男朋友的买，对。什么男朋友？那兄弟的买，姐妹的买，好看的头发有的。大姐，我真的不要啊，谢谢啊，谢谢。对，那佛珠的买，开光的哟，好买。大姐，我不会念经，我要佛珠干嘛呢？啊？那红上红的红，绿松石的绿，很多钱。还有黄蜜蜡的黄是吧？咦，黄蜜蜡有，好的有。呀，黄蜜蜡。哎，我不要这个。你刚刚说要了嘛？我的耳朵好好的嘞，别人的不行。切。大姐，我真的不要这个，我只是接了一下你的话。哎，东西你的手上嘛。东西我还你，来来来。你们这种人我多多的见了。东西给看了吗？要不要？不信人家，你说。大姐，我求你了，你就别缠着我好吗？这些假的东西，我也不要啊。哎，喂。我的东西哪里假了嘛？你亲切讲这法情，把你给了，别这个困难也不是有意思了，还连我这节目对呢。哎呀，同志，你买了人家的东西就应该付钱呀。警察同志，他是硬塞给我的，我也不懂这些东西，我要他干什么呢？我这给了，你快给我噻！你刚刚说要了嘛？哎，这是那个。他让大官地区来放酒多啊，你必须的。你每个牛面是呢，夏天、秋天就练不对的。这样子体育老师嘛，是吧？没那我也等到了去。Hello。谢天谢地，终于摆脱他了。不好意思啊。没事，警察同志，这附近有餐厅吗？哦，你就往前走，这有个清真餐馆，对，挺好吃的。那挺好的。好的，谢谢。没事，慢走啊。哎。这是俺说一路老头家的大家写的，但是等到2-3多。来送一些的酒的，从头炒送啊。从头讲的西夏节日呢，当然他说的，啥子你嘎斯看呢，表了如果平民好像没有的事。加上他说的，你俺做中间设计场面，告诉呢，比如预算公批进的，你一家家的应该啥子叫送啊？在俺做的设计的告诉呢，他管多你听这个，你说拖不？主要么专业的蒙古是吧？这种咱俺做告诉呢，俺做的8个月。听这个2个字，但就是别的，他必须做说还是的。等年呀，这个有时空气过切了这个东西，冲的还不嘛的。接着听那子特别考虑的呢，不对于。对啦，你前呢有时空气过的，老天他们说呢，看到手机个呀，有时空气过的，南头的也去，今年呀就如果话的呀这边今年都对不起，明年快去不？看这都给了。别整多，少了这个，如果用那个单面也是，
对的，今天广场那个店，如果人家都吃了当那么的电梯区，吃多少家，预算个空隙这个呀，我就这些的。今天要的话，我让做比如个生活货币有个这个呀，我就先打个了呢。是你说的吧？啊，양아 전에 참으로 이거 맞다. 너가 이거 교실 말없니? 야랑 교수님이지 야 된지 수디 이거 렌더 같이 하네. 打钱了，那哪个就是到的呀？ 但你是呢，你就是要差不多。但现在的有时候公司这个小气啊，真的，该是该去啊嘛的。听这部书呢，听这部书这亚马逊的预告啊，这个剧照些呢，确实蛮就是的。别水姐，哦，听这部书。别这么多。 그나 상내 시합 비무제도 예잖아. 니네 간다 직업 시합 동안. 네가 나서 지도 전에 예선 탄이 주와 들이샤. 사무디 왜? 有一个啦，没得有。 와야. 아잖아. 해봐. 무디 왜? 무디. 아잖아. 그지. gem수야 그냥 얘기 직업 안에. 기야. 我的，大概给你开始。 알았어.但现在有时公司的新鲜话题的现在给叫拿了。 这个，俺的人腾进来人民的，有时空气高的，我叫叫吃土门的话。 如果人家个贴地去，可多三九拿了去，像这还过不了吧？吴先生，看你听你别插嘴。 给你点蓝做呀，或者民族的，现在给读。阿丈，现在你给我阿丈让你写的。有。走，让你。阿丈，你给我。忙去吃菜。啊，咱那我阿丈唱的嘛，想你们写。呀！上爬水阶段，老板老爸这么说，你记不记三个啥子这样？我。对对。现在说的。有。哦，这就对的。 俺们这天气，大家这个都得开开心的都。你啥了啊？我是说啊，你这来了我这么多，要叫来专门叫来是来打的。都当当的，对的。什么肯这么就当出嘛的？他把都见过对了的，class 的。说啊，你说谈过来几下雨？他看到了这么多。好嘞。 他是在了，我的，叫来看这边。哦，他们的，他是说，我的八个人，你免票吃的了。他是我的弟，完了，这边说的，是的，床边那白吧。他们是啊，多啊，这个了，多着呢。他们是啊，这个才录的。要这要去，对吧？还没熟悉来嘛，熟悉，两个新闻都给。不是，跟香港的加入的。 哎，这黄瓜做啊，进来，来这里底吃的。很多卡路里。那个，这几个那个钱是要过去，跟卡扎那写了这么错，他把都关注的写了对对，跟卡扎那这么错，对的，你那么多是不是这个的？那么多是不是这个？大人工作位，大人对了。好，可以卡扎那我参加比呢，那么多限制这个的。 那点了，能说没呢？天东啊的，太哦。好嘞，光么说，是我倒是来多是多啊。那能大民族。叫啊，叫让他对你就是这个这个光荣，让这别混下。什么你知道？来个就当俩是我倒是来的，干爹等个阿月。这个，你看呗。这哪地？这哪地？你们这个呢？三百居民，2百你们吧。 刚年开赛这边，这不亲亲嘛知道？这几个哪糊涂？糊涂。一点就了。
人看了呀，在地头不是，能给我做个事情那东没了。操！你这样子心都还不舒服的嘛？连出来打去，我就那个了，来，我这个。哦，那是，然后到三节有面吧？你们是然后打死？呀，那意思，给老板的心都还在驱动的。你那种出来打这意思。你到哪里？李老师，俺这这家就要给说啥了？啊，睡啥去了？俺说会讲话就是那个事情。听我这么来，先对你来讲是我做的，那是吧？那是，对了，你那个时候是我遛狗，说的比多多爱毛毛 fast two。呀，俺这不一样，俺这不接当过的，对吧？啊，这个。你这个没问题，就当年那是嘛的。你那名字点吧，老是前面特别笔记的写个话看的。啊，那你说，我都是了。对，行行。哦，谢谢谢谢。哦，谢谢。哎，老公你要不要紧啊？哦，等一下，我去问问看有没有氧气啊。不行啊。哎呦，你别这样了，你看你嘴都紫了。哦，没事，同志，我男朋友他高反了，有没有氧气瓶呀？是吗？没事没事。来，到里面吸点氧，马上就好了。没事，不用紧张啊。我说行，哎，这一定行的。哎，你看看你就别倔了。先生，高原反应可能会导致其他的一些疾病，也许还会有生命危险。我劝你还是吸点氧。我吸呀，我就输了。哎呦，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输赢？你要是真有什么三长两短，输的才是我呢。就是，走吧。你们都说我身体差，我就要证明给你们。我要挑战极限。挑战极限不要不要紧先生，我跟你说啊，高原反应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身体越好的人反应越大。我们见过很多身强力壮的人反应特别大，反而一些老龄的就没有反应。你别说你了，就说我们到了高海拔地区也有反应。啊，你看看，人家是警察还是土生土长的呢，人家都有高原反应呢。来，快点睡啊！小伙子，别紧张啊，放松，深呼吸，没事的。哎，对。小伙子，我们这个集邮站呀，是在拉萨几个最著名的景点之间，这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你不是第一个有反应的人。是，我要是留在拉萨吸氧，岂不是到不了大本营？回去，我的面子我哪里放？还面子？先生，你要是为了面子耽误了治疗，到不了大本营，那才是真正的丢面子。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吸点氧，好吧？你是说，在拉萨度过适应期会好一点？对，那就没问题了。来，到里面去吸点氧。先吸点氧啊，没事的，放松。哎，对。氧气不是的。没事的，走，来，坐，坐的。好。别紧张啊，吸点氧马上就好了。行，开始上。好，好，没事了啊，放松，别紧张。呀，完了！这是我还不吃大缺呗？是，别人去追，他就要没吃的，我和太把手呗。这，你干嘛的说我？说上了还是说呢？或者是在做人。哦，父母还不是困，对面先不是去，关键先不是去，学不一多少钱？赶紧，要是，我跟你讲哪了也去。我们可以把氧气罐带走吗？氧气罐只有这一头，还要用吗？对，到里面去。你拿到里边吧，到里边去。到里面吸氧。你拿，这是。来。进来。先大概休息一下。坐下。喝水。这水。
天哪，吓死我了！拉萨的治安不是说很好吗？是很好，只是哦，那老年人。哦，对，失败症吗？不是，那怎么回事？他怎么会这样？太吓人了！哎，你别害怕，拉萨治安在全国呀是数一数二的。刚才只是突发事件，调查清楚了就没事了。对的，这个吧，对，俺是你年了，来，做嘛了？给他挨着了。哦，年没过，年啥呢了？看啥个用不得上去。关门还得快拖的，年当初在得快压了掐着，我肯定嘛，年2年听不到。我来讲了，规律可能就2天面的度假休息的做的。哎，来古对面看看好。我现在2天都没见把么这边打。我来妈的，对喂，我最回来，阿拉老不想度假休息过来，抢我做嘛嘞？来，是吧？对吧？嘛了，我嘛了。如果我想想，会给这长我这些关键没便宜，我都会嘛。你阿拉哪不抢个嘞？你会哪不得去学校的？我们看住不住些穷的再小对没？俺弄烂他妈你点点给或者退下的，可以自己心不痛的去赔死。你还不是嘛了？而且讲了马拉给那个不的哪个学生钱，这些呢，不的回来个阿拉哪个厂没交给，他不会给嘛的，他忙呢，另外肯就么就嘛是的，来嘛嘞，俺他啥来呢？老东那他那去，没得老阿姨的嘞，对那就的头发烫过一打。坐外面。叫老了，把这辆公路嘛那个，别走了，俺最第二可能最这两个年就他最要不是那个的，这辆公路嘛那啊。来，来，公路嘛那的，吃。来吃去。哎，都没。来，你先把这个吃了，这个呀算不上药，是补品，能够补充你体内的氧气。来，谢谢啊，没事。你看他嘴唇气色好多了。刚才真是吓死我了。你们俩是不是第一次清查？啊，是啊。那这是免费提供的民俗手册，本人亲自编辑，多多指教。啊，是吗？谢谢。见这个了，他都追不忙来看的，这嘛那个下面米的，俺干嘛在那找的？这子和他让我买，快比举多远，他让我见面。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快来，快干嘛了？来马修的。你怎么在这？我到处找你，你这个人稀稀拉拉，今天你一定要说清楚啊！来公路嘛那马修的警察同志，好了，得收的。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好像有病啊！我刚开始还笑嘻嘻的和我拍照，没想到我就碰了他一下胡子，他马上翻脸，还打我的手，之后追着我不放呢。不对吧？那快开始打啊！快，妈的，光给送来了叫嘛了？这样的，把你点个意思，这叫了，这看起的下子是吧？把你点吧，开了嘛！你呢？那赶紧对，来公路嘛，马修的，人家写的，你慢慢的说，慢点写。哦，写的。给俺送的，快吞到那了，你二哥呢？第几个人这个嘛的啊？你为什么要拔他的胡子呢？哎呦，警察同志，我没拔他的胡子，我刚碰了一下他的胡子，他就打我的手，我还没来得及。说穷，不是，如果有没有嘛？啊，俺这老师真的看到了。看上给送不到个谁，还一年叫嘛了？看上给米拉不家的，看上给拿不的。光给看给阿这老前边没事，天这么多啊！真的，这个太过分了。自己东西没有经过别人允许是不能随便碰的，更别说是脸上的东西了。哎呀，就是嘛！如果大家都像你们两个这样，就好了嘛！哎呀，胡子
特别是我们回族的胡子，根本不能摸。那回族同志呢，最忌讳别人碰他的胡子，更别说扯掉了。警察同志，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好看。哎，小伙子，好看的东西多了，不能全部都碰啊。哎，你这话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他的意思呢，到了异地，也特别是到了风俗不同的地方，一定要尊重当地的风俗，就这个意思。警察同志，我是很尊重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所谓不知者无罪嘛。那你们没有那个导游吗？我们是驴友，不要导游的。哦，驴友。你也别生气了，其实啊，也不是所有的人啊都是这样的。是是，对，是吧？如果梦想那个要多，是吧？对的，别人先生困难对的。但一年过看的意思嘛？来，但不能嘛那的，是，都是对看那你家老弄就多，你真钱不开嘛的，你来看那你怕做光我们做学，大个嘞，其实光不做哎，比大去嘞。其实啊，我也好的差不多了，然后我看你们这事也挺多的，我们就先走吧。好，谢谢。哎，你待会儿记得去一趟医院，好吧？高原反应可能会引起那个肺水肿，啊，来。好的，谢谢了，没事，多喝水啊。来，来，就来了，看电视，多休息。好了，好，对了吧？谢谢，再见。哎，张倩，哎，小丽，你咋来洗澡了？是啊，我差点被一个老头子给打死了。我介绍一下哈，这我老公，这我们班同学。哎，你好。那请你们聊吧。先生，你坐会儿，来，休息会儿，你就站着。哦，刚刚那个老人家说的就是你啊？是啊，我就碰了他的胡子，他就把我打了，我顺势扯掉了他几根胡子。哎呀，我说你没事，你碰人家胡子干嘛呀？咱们作为驴友的基本素质就是入乡随俗。我不知道嘛。哎，我说你这毛手毛脚的毛病怎么一点都没变呢？哎，警察同志啊，这个人是我们班同学，这件事情确实他做的不对，你们看该怎么处罚呀？哎，他还打了我呢。哎呀，你活该！回族的胡子能随便摸的吗？没拿擀面杖打你，已经算不错的了。走，赶紧给我劝去。我的老同学。哎呀，你干嘛呀？去道歉啊！哎呀，不对，刚看的太有美丽了，大爷，来，我们就喊坐着，我们就喊坐着。来，啊，对不起了，大爷。完了，我不管你弄这儿的话，对，你二货有多点点。这说完了。大爷，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对，你二给他叫人呢。这叫完了，打茶包似的，这两个名字是他许多的，你们这两个看看那么多。哎，你二，马斯的，哦，这，完了，俺当时来是的，与我光给的。然后呢？俺两个今天就那两边的鸟都输的，你给俺忙罗，你干啥去人呢？俺两个摇头哎。你带就完了。茶包的打人。你啊，听好了啊，今天看在他们的面上，我不跟你生气。你的手，对不起啊，但是千万不要摸胡子啊，特别是我们回族的胡子，知道吧？大爷，我知道了，对不起啊，我的手没事。哎，桌子不能坐，为什么呀？这也是我们藏族的习俗。来，多多指教。哎，好的。哎，这个小册子我刚才也看了，有一个习俗特别需要注意，就是不能在众人面前放屁，特别是跟长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哎，那在哪儿放呢？啊，厕所啊，放个屁还跑一趟厕所，实在不行你就憋着呗。那多难受啊！我肚子有点饿了，我们去吃饭吧。吃面。哦，对，大爷家面馆清真好吃。哎呀，我请客嘛，走吃饭去。大爷，你多兴起，我们是这个，还有一个习俗，不能摸长辈的头，还有肩，回去好好看吧。
怎么那么多习俗？你们是怎么记得住？哎，我们出生吧，脑子里打印好的嘛。走，吃面，赶饭有的嘞。走，谢谢啊！看着啊！我请客，谢谢。